市。工资拿出来，按照工资。我的妈，这还这么热闹！我在前面，会啊，好，再往后一点的。茶市，差不多茶市。老的全是到底是哪个？好，我看看啊，我记得拉开。所以你这个距离，我这拍不到脚。哦，还在，我这个是靠啊不，别往前，往后， 85往前我拍不到脚。小一点。你这个刚刚好。嗯。老海那个最方便，是我那个最方便。对啊。
哎。